我们在这边。你们在上述宫那边啊？敲门到了哦，开门。喺政府醫院做好難發生日隻角嘅，要諗兩位有隻角嘅，呢兩位都有隻角咧。都会很香，还有里面的料，讲不出的感觉，很好吃。流動和你同路，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，默默以真摯待人。人生下單。朋友如我，難得知心一點風暴。放一張自己臉。心中的孤單，是誰明白？